大家好，我係最中肯唔蝦 sell 嘅阿 Cam 啊。今期繼續咧博愛七路板塊，今期影片咧就嚟到啦聚豪園呢度啦。聚豪園咧就係現時成個博愛七路咁多個屋苑入邊咧，佔地係最大嘅啊，大到你唔信啊，大到咧已經賣咗成10年噶啦。入邊咧包含別墅區之前嘅一啲低樓層少少嘅一啲低層嘅住宅，包括而家賣緊嘅高層嘅住宅。今期影片咧着重同大家去介紹翻就係現時咧剩翻嘅單位嘅戶型介紹，同埋我嘅左手邊大家可以見到啦，呢度係4座嘅 ，OK 3、4座，其實3、4座都有貨嘅，3、4座嘅單價咧就會平啲，最平嘅如果你買低樓層啲嘅，8990蚊就可以上車啦，基本上嚟講係成個博愛七路入邊最低檔嘅單價。好啦，嚟到右手邊啦，呢度咧就係1、2座嘅。1、2座咧，同樣都係仲剩翻些少嘅，你可以揀到嘅細面積靚景單位嘅貨啊。不過咧單價就會貴啲啊，要去到11000、12000咁上下嘅單價。所以就要睇翻大家係有間屋就得啦，定還是話我對景觀都有啲要求嘅咁樣，買貴啲都冇所謂。呢個咧就係1棟同埋4棟嘅差別啦。啊，同埋咧今期影片咧亦都會講講1座同埋4座剩翻嘅呢一啲單位咧，佢嘅一個戶型嘅差別嘅。咁我哋而家咧就順手啦，落到嚟啦，佢呢個花園嘅內部路，因為咧畢竟上邊咧啱啱有業主啊，講嘢唔可以講太大聲 ，OK？ 得，我哋而家咧落到嚟啦。嗱，呢度咧就係內部路嘅。首先講下先，1座咧就唔靠近大路嘅，所以話咧唔會有噪音嘅影響，呢個最簡單嘅。4座咧就會靠翻博愛路啦，所以話咧多多少少會有啲噪音嘅影響嘅。呢個亦都係啦，點解個價錢3、4座會平，1、2座會貴嘅原因，同埋咧佢個座向亦都係有影響嘅。陣間上去咧會詳細介紹。再講講啦，好多人話啊聚豪園好舊啊咁樣。確實嘅，因為佢係一個大盤，你諗下啦，一個要賣成10年先賣得晒嘅盤，你諗下啦。咁佢舊，因為佢經過咗呢10年嘅發展啊嘛。但係舊嘅同時，佢擁有咗其他屋苑俾唔到你嘅成熟配套啊嘛。咁所以話有捨必有得嘅。同埋你要講嘅舊，我要睇翻你係講邊種舊。咁如果你話屋苑舊嘅，我哋行翻入嚟會好啲。咁如果你話係屋苑舊嘅，呢個我承認嘅，因為佢賣咗咁多年嘅時間。但係如果你話佢而家賣緊嘅呢一期舊嘅，咁我就絕對係反駁嘅，因為大家睇翻啦，嗱呢啲咧就係近呢排推出嚟嘅住宅，全部都係新起嘅，所以話根本就唔存在話舊呢一個問題啊！你只可以話佢樣衰嘅啫，講真，確實嘅，因為黃冚冚嘅啊，顏色就唔係嗰種白色調嗰種嘅，係偏暗沉少少嘅顏色。但係你點講咧？呢啲顏色，我雖然而家醜，但係我一直都係咁醜，即係你慢慢睇就慣噶啦。但係如果你白色調嗰啲外牆嘅話咧，你而家睇係靚啊。但係如果你嘅物業維護不善的話，白色就會慢慢變成米白色，米白色慢慢就會變成米黃色，就好似大家買部白色外身嘅車咁樣啊，呢個就係白色嘅缺點。所以話白色我可能而家靚仔啲，但係咧維護不善嘅10年、20年之後咧就會變得特別之樣衰啦。OK， 跟住講翻啦，其實咧我覺得咧買樓無非三個點嘅啫，地段、戶型設計同埋價錢。現時咧我覺得聚豪園基本上係佔咗其中2樣噶啦，即係話已經係佔咗其中可以勸你買樓嘅66%噶啦。地段。因為經過10年嘅發展，屋苑咧已經有好成熟嘅人氣屋苑出邊已經有超市、有街市、有會所、有泳池、有做 gym 嘅地方。呢個係有好多博愛七路嘅屋苑係俾唔到你嘅，因為博愛七路其他嘅屋苑咧講緊都係新式樓。並且咧，因為我好似喺其他影片都有講過嘅，東區同埋火炬開發區靠東邊嘅呢個位置咧，人咧
基本上係冇咁雜亂嘅，所以話佢哋相對嚟講嘅生活作息咧，同埋佢哋居住密度咧係會比較疏啲嘅，所以佢樓下嘅配套咧，你並不會話見到好似舊石岐啦，或者係西區嗰種咧密密麻麻嘅配套，就喺你屋企樓下。呢度咧其實火炬開發區靠東區嘅位置，亦即係海欣新城啦，或者係博愛七路嘅呢一個板塊咧，一直咧都係一個黃中大靜嘅作用嘅。但係黃中大靜都會分配套嘅成熟。序浩苑咧就係最成熟嘅嗰一個檔次，包括係我哋上一期啦，上幾期啦嚇，有介紹遠洋新天地嗰陣時，亦都有講過。基本上現時喺博愛七路上邊樓下即刻有配套嘅就係序浩苑啦，同埋遠洋新天地啦。所以話基本上嚟講，地段一個價錢嘅話咧，望景嘅先12000、12000幾。咁其實同埋其他博愛七路嘅屋苑咧，唔會話爭得太多，但係咧佢有靚景望。相比翻靚景嘅價錢咧，又比華虹景悅軒咧要平。你要唔望景嘅，咁4座嗰啲咧低至8990蚊，價錢咧就有優勢啦。戶型，戶型嘅話咧，其實你縱觀翻成個博愛七路板塊咧，其實冇幾個盤嘅戶型特別之靚嘅。咁所以話已經優勝咗其中嘅2點噶啦。所以大家一定或者係盡力可以去睇睇呢個屋苑，而且咧佢嘅綠化咧真係做得幾唔錯嘅。有山有水有湖今日咧就係熱咗啲咁解嘅啫，亦都提醒大家近期因為個氣溫真係太高啦，一定要注意避暑我哋隔籬嘅三哥咧，因為近期嘅高溫咧，亦都係死咗唔少人嘅。OK， 大家一定要注意避暑啊！好，我哋而家咧就即刻上樓同大家嚟介紹下啦，今期要講嘅重點啦。咁我而家咧就上到嚟啦，呢個實體樓啦，而且咧係一個實體樓嘅精裝修交樓標準嘅示範單位嚟嘅。首先入到嚟咧，就會有一個啦鞋櫃嘅預留位嘅。咁當然呢個鞋櫃嘅預留位咧就夠為之細，要睇翻大家點樣設計啦。序浩苑咧，佢嗰個樓宇設計比較好嘅地方就係佢2梯4伙，每一伙都係單邊位。咁所以話咧，出邊咧有些許嘅嗰啲走廊空間咧，你可以啦喺淘寶自己買個細嘅鞋櫃翻嚟砌，放喺出邊就 OK 啦，就可以彌補翻啦佢戶型入邊呢一個鞋櫃預留位嘅不足。但係咧，我哋講缺點嘅同時，亦都要講優點嘅。其實呢一隻118平方嘅戶型咧，佢絕大部分嘅優點咧都集中喺呢一個廚房加埋呢個廳嘅位置嘅。首先咧睇翻呢個廚房啦。呢度咧就係一個咧都算係比較之大嘅廚房嚟嘅，咁跟住嘅話咧可以啦似佢咁樣設計啦，整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啦嚇，中西廚結合，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點解咧？係因為咧我哋睇翻呢度啦，廚房、飯廳加埋客廳咧，佢係一個貫穿式嘅設計，亦即係話我哋從打開門口嗰一剎那開始，你就可以啦望到呢一個景噶啦。呢種貫穿式嘅設計咧，好處就係佢比較之整體化。咁你個廳咧，其實即使你本身嘅開間唔長都好，但係你都可以俾人感覺咧就係好大。OK，咁我哋講翻啦，今期影片咧，一棟呢個位置，我主要咧集中介紹下呢個118平方嘅3房2廁嘅，係因為喺一棟呢度啦。如果你想望靚景咧，118平方就仲有高樓層嘅單位可以選擇。好，我哋講翻啦。飯廳同埋客廳咧都係相同嘅長度嘅，長度咧係可以去到啦4米嘅開間。基本上嚟講，如果你2個人住嘅話咧，呢個開間已經足夠噶啦。嚟到呢度啦，呢度咧就係露台嘅位置。嗱，呢條咧黃色虛線開始咧就已經係嗰個主露台啦。咁你可想而知佢原本嘅主露台究竟係有幾闊？長嘅話咧，其實都大家咩戶型都好，其實都唔會話相差太多啦。除非你係長露台嘅戶型。但係呢個闊度咧就真係好闊，呢個闊度加埋呢個開間咧，直情係呢個露台已經相當於一間瞓覺嘅房間嘅大細㗎啦。成個序浩苑如果100萬咧，有70萬都係集中喺呢個景嘅。大家睇翻呢個景，好靚，即係山同別墅咧就全部都可以望到，而且今日咧啱好啦，仲可以見到彩虹添，好靚，即係天時地利人和。除咗有啲熱之外，咁所以話呢一個就喺繁市區位置，你難得嘅低總價，你可以買到靚景嘅單位、靚景嘅屋苑。即係我哋買樓咧，無非就係地段、價錢、戶型其實咧基本上嚟講，我覺得序浩苑啦，
就價錢啊已經喺博愛路上邊咧已經算係比較平㗎啦。地段咧唔算差，因為咧佢發展得都算係幾成熟下嘅。咁你至於話戶型嘅話，即係我哋好難做到即要既要或者係既要即要，即係我覺得3個點入邊滿足2個點，我覺得都已經係夠㗎啦。OK， 咁我哋睇翻啦，呢啲地磚咧全部都係呢啲大格仔嘅地磚嚟嘅，就唔係嗰啲細格仔嘅地磚嚟嘅。咁所以話再加上咧佢本身呢個貫穿型嘅設計咧，咁啊成個廳嘅整體化咧就會做得更加之好啦。然後就係呢度啦，呢度係屬於出邊嘅廁所正常嘅廁所大細啦，我覺得就咁，所以話3個點滿足2個點，基本上可以列入大家嘅備選清單入邊噶啦，包括呢個屋苑都係嘅跟住嚟到呢度啦，房間成個序號園除咗戶型爭緊啲之外，其他嘅話基本上係冇乜嘢太差嘅地方。呢個咧係小童房嚟嘅，小童房嘅開間咧係2.6米嘅開間，基本上咧你都唔好擺床頭櫃同埋擺書台噶啦，你最好咧鋪張床，跟住擺個衣櫃咧就算噶啦。但係點講咧？小童房只要你住得高，呢扇窗都叫做大，你就可以咧超過前邊咧序號園最開始賣嘅嗰啲住宅樓嘅層高噶啦，即係你可以望好遠噶啦。如果你買高樓層嘅話，好啦，咁啱啱咧都有講到啦。點解話如果你係2公婆住嘅話咧，呢個戶型係非常之好咧，即係絕對夠住咧，就要講翻呢度啦。呢間咧就客房嚟嘅。咁我介紹下啲基本嘅資料先。客房嘅開間咧就2.8米嘅開間嘅，只不過咧佢嘅進深咧就要比啱啱嗰間咧就要長啲啦。除咗咧擺得到床、衣櫃之外咧，佢呢度咧另外褪咗個長方形嘅位置。你有個位置可以擺書台啦。OK， 跟住轉角嘅玻璃可以望到啲別墅啦、山景啦、綠化景，好靚。我覺得遠比你喺鏡頭入邊見到嘅要靚得多得多，所以我好建議大家現場上嚟望一望。咁跟住話點解話2公婆住係最好咧？呢幅牆同埋我哋啱啱介紹嘅小童房嘅嗰幅牆係連埋一齊嘅，亦即係話如果你需要一間大書房、大衣帽間，或者你屋企想整個私家戲院嘅，呢幅牆直接抌咗佢。即係如果你捨得精裝改造嘅情況下，就可以2間房並成1間房去用，去發展你嘅興趣愛好。咁如果話唔得，我平時咧係中意湊下股嘅，咁你直情咧擺張超長嘅書台，擺3部電腦喺嗰度，A 股港股美股一隻股1部電腦。咁嚟到呢度咧就主人房啦。首先睇下主人房嘅廁所先。主人房嘅廁所咧同埋出邊嗰隻咧就差唔多嘅，即係個大細咁嚟到呢度啦，主人房嘅開間咧係可以去到3.2米嘅。然後咧發展商都識做佢知道咧個景就係最大嘅賣點。咁所以話主人房呢度咧亦都係整咗個咧轉角玻璃俾你咧更加清晰、更加宏觀咁樣去望翻成個景色好似成片江山就喺我嘅腳下咁樣。跟住咧戲肉啦。講翻坐向東南向千金難買東南位。主人房包括係主露台都係東南向嘅，所以你話翻啦，靚坐向、靚價錢、靚地段，戶型爭緊少少但係咧，我覺得完全係取決翻你住嘅幾多人嘅啫。2個人嘅話，我覺得已經夠住噶啦。主要係你買到嘅呢個價已經相比其他盤已經平咗咁多錢啦，即係平咗10幾20萬啦。咁所以話咧，呢個盤絕對係你 call 我睇樓咧，我就絕對會帶你睇一睇嘅。咁大家如果感興趣嘅，記得聯繫翻我左上角嘅 WhatsApp 同埋 WeChat 進行一個詳細嘅諮詢啦。咁呢度咧係一棟嘅，咁我哋而家咧會過去翻隔離嘅4座，同大家去講解下1座同埋4座咧會有啲咩唔同啦。咁我而家咧就嚟到4棟呢個位置啦。介紹翻一隻比較多貨嘅119平方嘅橫廳。4座呢度咧，雖然個景觀就冇1座咁靚但係咧
上帝係公平嘅，即係關扇門咧總會開扇窗嘅。咁我哋講翻啦，4座呢度咧就係2梯3伙嘅。OK， 咁啊首先咧密度就低啲啦。OK， 咁啊嚟到室內啦，咁啊4座呢個119咧，佢就係一個橫廳嘅戶型嚟嘅。呢度係佢嘅飯廳，呢度係佢嘅客廳。嗱，咁呢度咧就係佢主露台個位。咁啊，可能咧會有好多街坊話：點解？因為4座咧，佢係靠嗰度噶嘛。咁啊，如果你要望開揚嘅景色咧，正常嚟講應該係將主露台放喺嗰邊嘅。但係點解會掟咗嚟呢邊咧？咁啊，掟嚟呢邊咧就望咗隔離啲樓啊嘛。你睇下隔離座嘅嗰啲建築外牆啦，隔離嗰伙單位嘅建築外牆啦，都可以望到。點解咧？係因為發展商為咗將呢個座向調成東南向。所以就冇辦法啦，因為畢竟你買樓嘅最大基數群體都係內地客啊嘛，其實內地嘅客人咧確實比較注重你層樓係咪位於南向嘅，所以話無奈啦，你為咗要好賣啲，你只可以將呢個主露台放喺呢一個東南位小知識，如果主露台靠東南嘅話咧，副露台要靠邊度咧？即係你如果正常嘅係南北正露台嘅話，副露台咧就係靠西北嘅。咁我哋睇翻呢度，呢度咧就係廚房嚟嘅。總體嚟講，我覺得冇隔離嗰個118平方，即係一座嗰隻咁好用。畢竟咧，你呢度走廊嘅位咧已經窄咗啦，即係我入到嚟廚房炒餸嗰一刻咧，我已經覺得會有些少嘅壓抑啦。咁嚟到呢度啦，副露台啊。咁你話佢4座嘅景係咪好差咧？其實就唔算差嘅，但係咧冇辦法，佢有個板俾你，佢有個1座嘅板喺度。咁所以話你對比翻1座嚟講咧，就真係爭緊啲。點解啊？因為出邊就係博愛7路啊嘛，就會嘈翻些少咯。即係我哋好明顯咁樣感覺得到嘅。即係個耳仔感覺到嘅音量係唔同嘅。同埋咧，啱啱講到啦，西位啊嘛呢度。我哋而家下晝如果要食 high tea 要望靚景嘅話，唔通頂住個太陽嚟望景去嘆咖啡咧？肯定唔係噶嘛。特別是而家咁嘅天氣啊，我啱啱喺呢個西露台咧，眼都撐唔大。即係不過咧，都係嗰句啦，上帝係公平嘅。呢度咧2梯3伙，兼且上咧單價都仲要平過1000零蚊一平方添。咁我哋講翻室內啦，呢度係出邊嘅廁所呢個廁所嘅大細咧，同埋啱啱嘅1座嗰個咧，其實都差唔多大嘅。好，跟住就第1間房大家睇翻而家咧就下晝嘅5點鐘正時咧最曬的時候。咁跟住大家睇翻呢一個光線呢一個西北位嘅窗口幾咁曬，曬到你怕，所以話有景望都驚啊！所以你點解主露台要掟喺東南嘅原因就係咁樣咯。不過咧南向嘅露台咧，你點講都好咧，都要比西向北向要好嘅。第一個南向嘅露台咧，你可以曬到你有光線。有少少陽光之外，你唔會有西向咁熱。咁你去到冬天嘅話咧，又唔至於話吹北風南向咧又會暖啲。你到咗冬天嘅話咧，因為北向嘅露台咧，你係永遠都睇唔到太陽嘅，所以咧你冬天又凍。咁你冬天咧想感受下冬日暖陽嗰陣時咧，又感覺唔到。跟住咧呢個咧就係小童房嘅，一樣同埋隔離嘅房間咧一模一樣嘅景色，並且咧。間房嘅大細咧都係差唔多大嘅，呢個咧就係1座同埋4座最主要嘅差別。嚟到主人房啦，主人房呢度咧就係佢出邊嘅廁所，主人房入邊嘅廁所，我講錯咗。跟住咧，主人房嘅開間3.2米左右嘅開間，不過咧主人房咧。就望唔到嗰種好壯觀嘅嗰種別墅景加山景嘅感覺，你只可以透過中間條罅望到人哋啲別墅。OK， 不過咧價錢係平嘅，即係當然啦，即係冇乜嘢係用錢解決唔到嘅，即係包括我前幾期拍嘅嗰啲劈價嘅影片都有講到啊嘛。
你再差嘅嘢都好，只要你嘅價錢到位，一樣會有好多人買。今日影片就主要介紹翻咧現時最豪園咧剩翻啲咩貨同埋咧佢戶型上嘅差別嘅。如果大家感興趣嘅，歡迎聯繫翻我左上角嘅 WhatsApp 同埋 WeChat 進行一個詳細嘅諮詢啦。或者你想睇下其他樓嘅，冇問題，亦都可以咧 call 翻我哋，跟住我哋幫你啦，根據你嘅需求去制定翻一條咧屬於你嘅 DIY 嘅睇樓路線。今期影片咧就到呢度啦，我係最中肯唔馬修嘅阿 Cam，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